我们还有一款哦，这把杆也从来没有在我的视频上面有出现过哦，但是我一直知道有这把杆的存在。这把杆呢，就是我们的印第安的捕梦网。什么叫做捕梦网呢？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某度搜一下哦。你看一下，这是关于所有的印第安的元素哦。你看这个镶嵌密密麻麻，全部都是了。不仅是它的石板，不仅是有鲍鱼背的材质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亮点哦。包含这个环，它的配色也非常非常多。大家看得到现在的所有的镶嵌的内容，大家就知道哦，一把杆我们要把它镶嵌完成，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哦。这把杆就叫印第安的捕梦网，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这把杆的由来哦。来，所有的东西镶嵌上去之后，就是这样子了，看到没有？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那就是这把我们印第安捕梦网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，成品就在这里哦。